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6日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特殊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今日本土病例已经超过61000例，指挥中心宣布，甲确诊者大做伙，若准住过3档疫苗民众，就免隔离，该做7天的自主防疫。政府宣布，只要是65岁以上带中照机构，抑个免疫较歹的民众，会当自主第4档，甲第3档就要让5个月。美国南加州有一间台湾教堂，伫当地时间19发生枪杀案，上报有1个人死亡，5人受伤，这寡伤亡拢是咱台湾的侨胞。讲到咱国内的确诊病例，已经是连续6天拢超过6万例咯。今仔日有61000多例，其中新北市增加上介济，要到2万例。而且今仔日有148个人中重症，29个人死亡。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对5月17日开始，甲确诊者带做伙，若遵守过3档疫苗的人，就免隔离，改做是7天的自主防疫，体检阴性就会当出门。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持续压悬，16日新增加61697例本土病例，有12个县市病例数上千例，其中以新北市新增加19000多例上侪，台北市嘛有9000多例，已经连续第5天，过一天确诊人数超过6万。像今天大家看到，已经持续5天，大概都维持在6万左右，甚至今天比昨天还降了10%。不过这我们都担忧，是因为是礼拜6、礼拜天这样休息的一个效应在。另外，中重症新增加148例，包括29例死亡，其中有16例是无注过疫苗的。伫死亡的个案内底，上侪岁是一个100多岁的女性，有慢性病病史，注过3档疫苗。上少岁是一个20多岁的查甫人，有神经系统连带筋脉的症头，无注过疫苗。另外有一个40多岁的男性，病情转变了真紧，有糖尿病病史，发病迄天就随死亡，了后才验出是确诊。糖尿病发作有合并这个酮酸中毒这样的一个急症同时2种情形一起来发生所以这位40多岁男性的病程比较快速，在发病就诊的当日就过世那也检验出有新冠病毒。另外，因应即马病毒伫社区咧wei传，指挥中心宣布，为17拜日饭店开始调整甲确诊者带做伙亲人居家隔离的政策。若是做伙大的亲人已经注过3档疫苗，就会当免居家隔离，改做是7天的自主防疫。若有需要出去上班或者是买物件，要有2天内快筛阴性的证明。而且新的制度日期唔免搁翻头算。为17开始，伫确诊者自主通报系统有通报出去带做伙亲人才有效用。我们不建议大家说要出门，每天天一直筛了我们再来谈个什么时候要用快筛，当然这个居隔里面，我们建议大概2天内有阴性。这样的情况就够了。为了降低侪岁人感染了后中重症的风险，指挥中心嘛宣布，为18开始，65岁以上的侪岁人快筛若是阳性，会当比较居家隔离、居家检疫，也有自主防疫3类的对象，经过医师实行甲患者问诊，会当直接开非随的口服药啊。另外，13档口服药啊，16暗时会送来台湾，有35000人份，而且优先提供予长照机构的居民，也有西药剂的患者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宣布，对5月17日开始，甲确诊者带做伙的人唔免隔离，若准注满3档疫苗，就进行自主防疫期间。不过，台北市长郭文哲认为，是啥人有做无做，伫执行顶头就要看民众的道德啊。新北市长侯友宜认为，干那开放这放零这注满3档的民众是有困难的。另外，讲到这疫苗体检的部分，伫台北市的中正纪念堂有设一个免路车 PCR 采检，今仔日试营运，对明仔载开始运作，一天会当体检1200人。车驶入中正纪念堂的车内所体检站，台北市伫中正纪念堂开设防疫金门诊甲车内所体检站，由北行进驻900名医护。规划时线图初步规划，逐天中庭1200人，16试营运，17正式上路。快筛阳性的民众来提供服务我们每一个时段就是4个小时。是预计400位，400人次。那其中300位是预约，那另外有100位是保留给现场没有预约的。我们后面的实验室能允许的话，可以希望能调高到1500，甚至到2000。这个是讲系统上线一定要一个 debug 这个大家都听得懂嘛？要，所以没有办法第一天就满载。第二预约的你真的不来，把它取消掉千万不要预约又不来了，放鸽子
疫情将要进入高峰，指挥中心宣布放零，提出隔离3+4，在即起，确诊者家人只要注满3剂疫苗，就会来免隔离。改做进行7天自主防疫。台北市长郭文德讲，只会当看个人素质。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讲，只放零第3剂者伫执行上困难，应该无限对象拢放零。3+40+7的哈，在现阶段执行，都要靠国民的道德素质来执行。因为如果要靠政府的公权力去执行，在现阶段有困难。21天前提出来的草案，这当中没有限3剂或2剂，希望中央我们的比例已经达到65%，那真正的要做到及格人士是很少的，那不如一次把它做好放宽。针对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王必成讲，台北叫袂叮当地区病院甲大型高校病院，也毋过高问题回应医疗机构有特殊性甲新性性。过去北市3大车内所体检10回例，家己毋捌甲上班的病院院长食饭，病院也毋捌放互烂。新北市长侯友宜再次表示，中央爱听到地方的声音。新北市副发言人张小兵批评王必成言论已经对医护人员造成伤害，应该随回失礼。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针对甲确诊者带做伙的人，要来推动免隔离7天自主防疫政策。不过，伫高雄有民众认为讲安尼来做是无妥当的，甚至有民意代表认为，这时阵快筛试剂当来买无，所改一款快筛阴性就会当出门的制度，会增加民众埋怨。高雄市政府表示，已经订到200万剂的快筛咯，未来会提供符合资格大人一个人3剂快筛。不过，这快筛阴性无代表你就当世界拍机，有关是袂当去自餐去到人济所在。透过车内所领防疫关怀包，内底有市府提供的快筛剂。0+7亲自上路了后，确诊个案带做伙家人住满3剂疫苗，就毋免伫厝隔离，改做7天自主防疫。期间只要快筛阴性，也可以当上班，还是出门买物件。它还是一个在行为管理，或者是在行动的一个管理面，还是属于比较接近居家隔离的强度啊。但是准许你外出这个买一些民生必需品，或者是上班。0+7的话，就是等于是类似自主健康管理的这种情况，那就是会比较松一点。只是对于0+7有民众认为是防疫未来趋势，也有人烦恼，因专用的空窗期会有传染力。封闭太久了，那如果说这样，其实也会造成整个社会，就是说经济上面也是有一点问题。担心的点是什么？就是一定还有病毒在体内啊。这样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在，不是吗？如果家人有确诊的话，你又快筛阴性，你不确定他到底是不是真阴性啊？高雄25中央还未宣布新制上路的时阵，就表态愿意试行0+7，但今卖淡出搭配快筛降低社区风险的想法，也毋过有民代认为会增加民众经济负担，也可能有钱也买袂到快筛剂。如果都是要由民众自费的话，这么庞大的开销以及经常都要大排长龙的方式，长久下来，人民负担得了吗？市府回应已经订200万剂的快筛，符合0+7的成人会先发3剂快筛。封控的时阵先快筛，要出门上班还是买物件，会当阁用1支；等到出现症状用最后1支。也毋过也强调，0+7无代表全面解禁止自餐自费的规范，也是爱遵守。因为高雄确诊数一直创新高，16个有2位机关快筛阳性，累计4个人得病。也毋过甲台北市议会1/5机关得病总积损延后2礼拜，高雄市犹原照常进行。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家人有一个2岁囡仔确诊，伫咧等待转病院的过程，伊的病情煞恶化，就算落尾有转院，有关是救无回来。卫福部处长史水元表示，是因为家人市卫生局无好好利用这紧急医疗应变中心机制这个系统，而且这个系统是会当看到北京病院病床的数量。不过家人市卫生局也强调，这病床数量随时伫咧变动，因为看系统也要敲定位置接。不过有儿科的这个医生来提醒讲，囡仔确诊人数开始变多啊，应该就要考虑设一个囡仔的专职病房。贵人市2岁确诊的查甫囡仔，5月13暗时烧到42度，被送往卫福部贵人病院急诊，因为病院无立动的加护病房，卫生局协调4间病院也拢无空床，最后联络到台北荣总收治，不过到院了后继续抢救，依然是死亡。卫福部处长史水元认为，贵人市卫生局应该善用紧急医疗应变中心的机制，用系统来看这个病房情形，引起贵人市卫生局不满，强调系统病床是普通的，迄天是哪看系统哪敲电话，双边斗阵来进行的。
一通电话只要1分钟、2分钟、3分钟就可以解决这家医院到底有没有。那系统是每个小时在更新，但是每个小时有时候还是会有落差的。市长并没有要指责任何人的意思，也没有说特别是基隆卫生局怎么样，只是说有这样的一个程序，大家可以更加的善用。在流程的衔接上，或许有一些不顺畅，但是在执行这个业务的当事人并没有延误的情形。指挥中心讲，转移的流程可能不是真顺，不过当下执行业务的人并无延误，只是本土疫情进入流行期。统计今年初到这阵，国内超过6万名0岁到9岁儿童确诊。虽然这阵儿童专责病房有221张的空床，北部各大病院拢有2位数以上空床，不过第一线医师讲，因为囡仔生少甲工位进步，儿童感染动静减少，所以讲儿童动静的医疗能力甲设备拢真难。如果儿童的重症真的还是持续会出来的话呢，专责医院里面的儿童病床或者儿童的加护病房就要开始来运作。然后最主要是要有足够的人力进驻了，因为整个加护病房是要很吃人力的。儿童的疾病，尤其是传染性的疾病，大幅度的减少。医院里面的不管是儿科的急诊、门诊，还是病房住院等等，它的量能都不断在下降当中。大量的儿童的确诊的伤患，进入到医院的话，自然它的量能就会感觉会比较不足。另外，原定5月12到台湾的辉瑞儿童最型的新冠疫苗，因为资讯系统有问题，拖到16才到位。透早5点44分，由华航客机顺利运回来。指挥中心讲，这批辉瑞儿童最型的疫苗总共有777600剂，检验好了后，会阁提供给5岁到11岁囡仔来注射。指挥中心评估数量有够，但是想要做的拢做会到。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宣布，这65岁以上，也有大中照机构免疫功能较歹这3类的民众，对今仔开始会当去注第4档的疫苗，大约有400万人符合资格。这含第4档疫苗之间的时间，就要等5个月以上。比起像注疫苗，增强身体保护力。新冠疫苗第2摆对加剂，俗称第4剂，16拜一开始注，有准备透早就走来注射站注疫苗。政府有这个善意，买了药给我们打，我们为什么不打？为了降低高风险族群，调变了后中重症风险，疫情指挥中心宣布，65岁以上长者、长照机构住民，甲18岁以上免疫家等3类对象，只要病况稳定，会当注第4剂疫苗。也毋过需要甲第3剂疫苗隔5个月，有长辈因为时间还未到，想要来注疫苗，煞注无。说第4剂说要满5个月以后才可以打。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高雄诊所医师表示，全台符合注第4剂资格者大约400万人，多数长者是今年1月初注第3剂疫苗，要到6月才会较侪人符合注疫苗的条件。第4剂加强剂当然会增进这个我们对这个病毒的一个免疫力，让我们得到这个病的时候，可能可以尽量可以轻症，甚至可以把它抵抗掉。指挥中心强调，无论进前做什么款的抢牌疫苗，第4剂拢开放注无共牌。目前国际上第4剂疫苗拢是针对高风险族群，国内专家建议也是同款，还未开放一般民众来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本土疫情当咧严重，民众拢唔敢出门去食饭，有真侪店家也拢无开放店内用餐，干那互人摕包回去，随后因的生意额差不多1、2成。也有几落间食甲饱的餐厅暂停下晡点心时段，就业者表示讲，这人客差不多是减3成左右。那餐厅这个饭店是更较惨，伫宜兰大溪有一寡饭店也营收只剩1成，伫花莲也有饭店讲5月大房率无够2成。你们现在不用再去冒着雨这样子大排长龙，有4剂的这个快筛器。连锁饮料店业者为员工送上2大箱的防疫物资，予店内上班来使用，除了送喙暗酒精，也送检查剂，希望予员工会使安心来上班。业者讲生意确实受影响，不过无亲像去年5月生杀极较严重，营收只是小可下降。跟去年3级警戒的，今年我觉得手摇饮来说呢，影响没有很大。
甲鼻都强准政策下，疫情指挥中心防疫指引，餐饮业并无禁止内用。不过因为疫情严重，以往为少餐饮业自主提悬防疫等级，禁止内用。那开空调的话，空气不流通，大家都脱口罩，我不认为这样很保险。下滑一点，只是幅度没有那么大了，差不多2成。那业者禁止内用，其实消费者会惊话着，也主动改炸断去，所以影响上大就是食到饱的餐厅，因为人客减真多，享食天堂网站广告暂停供应下午茶到5月底。另外，清华酒店是甲中昼顿甲下午茶合并，坦白讲，最近受到疫情影响，来客数是减真多。大概减少了30%左右吧，商务客人可能就比较不出来用餐。疫情严重影响到观光旅游业，宜兰大会街路上无啥人客，饭店生意是真凄惨。有名的5星级饭店、大会老爷大酒店也打出公告，宣布自助餐厅暂停供应平常时的中昼顿。宜兰花莲整体观光饭店营收敢剩1、2成。5月来讲的话，近2成的住房率。我希望政府可以给我们所谓的，包括员工的薪资补助，像2年前的。协助餐饮业的部分，经济部上个司表示，即日起到6月15日，这笔业者来提出优惠促销方案，每一间上悬10万块的行销补助。另外，饭店业者纾困的部分包含旅游补助、薪水的补贴、房屋税、营业税这补助，各项提案，交通部已完在研议中。记者综合报道。一个拜6礼拜，就是国中的教育会课啊，受到疫情影响，敢若开放居家隔离、居家检疫、自主防疫，甲现场发烧考生会当入去备用考场。若准是确诊者，就要另外参加补考咯。教育部伫今日表示，补考日期是定在6月初4、初5，名额是另外计出来的。教育部也要提醒学生，若准违规去参加考试，会失去补考的资格。考部人员穿着隔离衫，带着面罩，向特殊隔离的市场的考生来发考卷。疫情严重，只开放特殊隔离、特殊检疫、自主防疫，也有现场发烧的考生，伫备用的市场来应考。每一间以8人到20个人的原则。食饭的时阵也必须使用隔板。各中会考要在21、22来登场，真侪市场赶紧事前的准备甲演练。教育部强调，13进前 PCR 阳性，包含28天解除隔离的考生，才法度参加考试。假如他是5月13号裁剪，到5月20号满7天，然后会考是5月21号，那他就能够来考试。伊有包含确诊也未解隔离，也有快速检查阳性，无经过 PCR 检验，也阁无得到 PCR 检验结果的考生，前参加补考。外界烦恼讲，是不是有学生烦恼被爆裂，有时选择不去做 PCR 冒险来考试嘞？我们也跟 CDC 勾稽。所以，这样持续的勾稽，我们都会知道考生的实际的情况。我们的补考完全依照正式考试的，每一个不同难度区间的这些题数下去抽组，跟正式考试一模一样，它只是题目内容不同。另外，立法院法制局建议，高中及以下学校用苹果直接停课到5月底，也是学期的最后。就是各个名这家长团体调查，有8成是北部的家长赞成应该统一停止实体课程。因应疫情停课标准调整后，也造成班级停课复课轮替加快，老师又要兼顾线上与实体同步混成教学，严重影响教学品质。回到各校因为疫情的需求而因地制宜、因校制宜，我会比较务实啦。教育部强调，国中回考了2礼拜，是毋是该做线顶的教学，会让学校有春秋的做法，应看疫情来做调整。那学生烦恼疫情，也说请防疫假。要强调，到即阵为止，教育部也无全国停课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成功大学的自强校区，因为出现几多位确诊者，学校决议讲先限定自强校区改做是线顶上课。想袂到这公告一出来，引起学生不满。学生是认为讲限定这个校区，毋过因也是四界走到别学区上课啊。学校随伫下晡改变政策，宣布对17开始全校拢改做是线顶教学。伫成大的自强校区，学校内底是拢无啥学生咧行叮当，因为最近成大出现袂少确诊者，学校烦恼会有传播链。原本为16开始，甲自强校区改做是线顶上课，一直到29，毋过煞引起学生会不满，批评学校的规则是一直改来改去。毋过到16下晡，政策向佫改变，学校宣布为17开始，全学校改做是线顶上课。如果你只有自强校区改线上啊，
可是自强校区的人还是会到别的校区上课，所以现在就是只有自强校区的课会暂停。啊，像我们现在就是自强校区整个班级，我们刚是到成功校区去上实验课，还是实体，对啊，所以这样感觉没什么用。在分析数据之后，发现它其实超过2门课以上，那符合我们在5月11号所公布的停课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基准。事实上是基于实体的学习效率，实体在整个教学的效果上，事实上都比线上要来得好。希望是走实体加线上。除了成大以外，花莲的资济科技大学是除了少数的班级以外，16恢复实体上课。也若敢是要采取线顶上课，也搁来讨论。也若东华大学甲资济大学是全学校采用线顶上课。期末考含实验课及实务操作，一律采取非实体的方式考试。那这个礼拜，也就是5月16号到22号呢，是缓冲期，由授课教师依据课程的状况来做权衡的调整。国内疫情要持续在拖，根据指挥中心的估计，疫情的高峰会出现在5月底，所以教育部嘛同意各间学校会当停止实体上课。在北部，包括台大、大科大、大师大，还有文化大学等等，已经小连续宣布线顶上课到期末。即嘛东部甲南部嘛拢有学校在咧办理，都烦恼疫情毋但是影响健康，还佫有学生的受教权。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疫情当咧严重，也有真济民众3钱去买这防疫保险单，只是讲这防疫保险单商品，真正是讲若准你确诊啊，或者是防疫做隔离，就会甲你理赔。不过即马指挥中心调整政策，就只有这确诊者爱隔离，就算是大做伙已经做过3档疫苗的人，也唔免隔离啊。这也代表讲民众想要抢到这理赔，恐惊是变甲无遐简单咯。急诊外口户外采检站排队，也是排到落长，大家拢咧来做 PCR 采检。国内新冠疫情也是真正力，确诊甲居家隔离的民众愈来愈多，为了减轻病院的负担，指挥中心宣布，为5月17开始，甲确诊者带做伙的亲人，若是有做过3档疫苗，就会当0+7唔免隔离，日期唔免翻头算。若是无做过3档疫苗的人，要是要维持3天的居家隔离，甲4天的自主防疫。唔免隔离的新制度就要实施，有地方政府就呼吁讲，都要有相关的配套，才会当确保疫情袂拖开。推动这个新方案的时候，我想必须要有这个2次的快筛，例如第3天或第7天，或者有症状的时候快筛，因此要准备充分的快筛试剂。我们认为，当民众在负起这些责任的时候，我们也要给他足够的工具，他随时可以真正有工具监控自己的健康状况。在新冠疫情爆发了后，不少民众拢有买防疫保单，也若各经捌卖过防疫险的产险业者，商品的内容拢有包括隔离补贴的项目，敢若是差伫金额的多少。有保险员就讲，英国民众若是去用居家隔离，只要收到卫生局发的隔离书，顶悬有讲到符合传染病防治法第48条的规定，就会来理赔。不过，即马隔离的政策一直在调整，未来隔离的理赔金是会愈来愈好申请。条款上面就有明确的规定，要收到隔离通知书才能够申请。很多没有打满3剂的人，他本身就已经对打3剂这件事情有疑虑。那加上现在，如果政府又认为说打3剂不需要隔离通知书，那他就会更不会去打3剂。针对政府放定密切接触者居家隔离的条件，有公卫专家就认为讲，居家隔离的对象阴性转阳性的几率也是真悬，病毒也是有传开的风险。即马实施这个政策，对医疗机构来讲，实在是无比严峻过。因为目前的医疗量能，其实大家都知道，已经到一个紧绷的边缘了，所以我才会说，这个政策如果要执行的话，比较好的时间点，我是认为是5月底的这一波的高峰过后。洪主任认为讲，无定着对政府来讲，密切接触者0+7唔免隔离的制度，社会会当恢复正常的运作。不过，安尼可能会增加病毒外传的速度，确诊人数恐惊嘛持续加悬。中重症的患者增加嘛要入去病院，所以嘛要考虑医护量能，敢真正会堪哩。记者综合报道。
带观众朋友来看这国际新闻。伫美国的南加州有一间教堂，伫当地时间15发生枪杀案，上无有1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而且这伤亡者拢是台湾的侨胞。根据外国媒体报道，讲这凶手是一名亚洲的查甫人，当场去互教会的人压落来。目前，咱的交通部、外交部已经透过着驻洛杉矶办事处，向死伤的民众家属表达慰问甲哀悼，也答应讲随时会当提供协助。这案现场用黄色的封锁线围起来，真侪警车停伫教会外口，各关警四架咧采证。美国南加州城镇拉古纳有兹一间日内瓦中老会教堂，伫当地15下晡发生枪击案件，造成几人名66岁到92岁当地台湾人死伤。The incident happened at a lunch banquet following the morning service. One person is confirmed deceased at the scene. 4 others are critical, and 1 other victim sustained minor injuries. 警方调查过去10天，这教会一直是二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主会所在。为拉斯维加斯来的68岁阿的嫌犯，向向当入去教会向人群开枪。伫嫌犯保清枪支的时阵，互牧师刻意攻击，其他教友马上甲嫌犯制服，佮用烟灯线甲嫌犯绑起来，没收嫌犯2支手枪。附近社区居民拢是55岁以上的民众，也是退休人士。发生枪案了后，互民众真惊吓。事发了后，咱台湾驻洛杉矶办事处马上向当地警政单位确认，外交部嘛请办事处向死伤民众的家属表达慰问和哀悼，而且行动会及时向家属提供关注。我们驻洛杉矶办事处已经在第一时间启动了紧急应变的计划，包括我们已经立刻透过侨道中心、呈现的华侨文教中心、侨务委员跟当地的社团跟侨胞等的管道，来持续了解相关的资讯，并且住处也跟收容伤者的各家的医院来保持密切的联系。除了这个枪击案，美国纽约水牛城的辉 A 社区嘛，伫前一天发生被人嫌犯去报警入去超市犯案，造成10外个人死伤，佮甲犯案过程用网络直播出去。美国 FBI 已经向整作受分犯罪方向调查，发现嫌犯捌伫网络写真侪极端主义的话。有可能有无犯案？伫即一天去当地侦查，虽然嫌犯否认涉嫌谋杀，不过美国总统拜登对此是严格谴责种族极端主义，要伫当地17去释怀社区甲当地居民见面。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甲罗西亚有1300公里长边境的北欧国家芬兰，15宣布申请加入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几多点前后，隔壁瑞典的执政党也表态要加入。这2个国家改变几多10年来中立的立场，北约也答应讲会对乌克兰提供无限制军事支持。打破200年军事无革命的历史，瑞典总理安德森15为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开市长。Today,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has concluded that Sweden should join NATO. Sweden will not only achieve more security, but also contribute to more security. 虽然军事无革命，过去瑞典甲北约已经有常态性的军事演习甲合作。即阵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80天，执政党做出加入北约的重大转变，为真紧申请入盟来铺路。民众赞成的意见伫这段期间已经有明显的增加，严过议员有无同的意见。Jag tror att det är ganska nödvändigt på grund av situationen. Tyvärr. Jag tror att det äventyrar dels vår säkerhet, men sen så allierar vi oss också med mindre trevliga och pålitliga länder. 15时阵，甲俄罗斯有1300公里长边境的芬兰，已经首先做出加入北约的历史性的决定，预计国会会真紧来通过。最近内底就递交申请文件。We have today a historic day. Finland will maximize its security, and that is not away from anybody. It should be remembered that security is not a zero-sum game. 对芬兰来讲，这是放弃75年来的军事无革命的政策。总统尼尼斯托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表示，伊则是已经先甲俄罗斯总统普廷通电话，甲伊讲这个决定。普廷搁再讲到，伊认为这是错误的决定。不过，冷静接受的态度，和尼尼斯托行一个。克里姆林宫是表示，芬兰甲瑞典行为因是袂惊，也已经确定对芬兰出口的电力供应真侪报复。Ukraine can win this war. 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肯定芬兰甲瑞典申请加入是历史性的一刻，凸显北约大门拍开，侵略行为无度来胜利。
答应北约会对乌克兰提供无限制军事支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强烈支持芬兰甲瑞典加入北约，强调所有国家拢会决定家己的未来政策甲安全事务。加入北约需要30个成员国一致的同意，不过成员之一的土耳其指控瑞典甲芬兰倡导库德族的极端分子态度保留。土耳其外长卡夫索格鲁15对着瑞典甲芬兰提出条件，要求两国停止支持境内恐怖组织，提供明确的安全保障，并且解除对土耳其的出口禁令，强调这不是威胁，也是攻击。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来看印度和巴基斯坦，因最近的天气拢变甲真热，特别是印度首都新德里是连续7天拢超过40度，有20多人因为着雪来死亡。也因为因的农作物收成歹，印度国内麦仔价格也冲到有史以来上界悬的。印度政府第14宣布讲禁止麦仔出口，不过7大工业国组织的农业部长却是公开谴责印度禁令。天气热到挡袂牢，民众直接打水淋伫头壳顶。印度毋捌拄碰到遮尔翕热的天气，首都新德里连续7天的高温超过40度，有的所在高温甚至来到48度。遮尔翕热的天气，致使印度部分的学校停课，不过工人也是爱做工来度日。ऐसे गर्मी में तो आदमी तो बीमार पड़ेगा सर। जैसे धूप में आदमी काम कर रहा है, हर इंसान धूप में काम कर रहा है, मजदूर आदमी क्या कर सकता है? तो बीमार तो पड़ेगा ही। बीमार पड़ेगा तो डॉक्टर के यहाँ भागेगा सर। डॉक्टर के यहाँ जहाँ 200 का चीज़ वहाँ तो 500 लेगा सर वो। 3月以来，高温致使农作物欠收，能源的供应嘛欠缺，也佫有20多人因为着雪身亡。奥翕烧嘛，互印度国内的麦仔产量减少，致使价数一直压悬，会使讲是历史上上悬。印度政府伫咧14宣布讲禁止麦仔出口，这嘛是针对2月下旬俄乌战争发生以来，寄望世界第2大麦仔生产国的印度供应小麦予亚洲、非洲这些产车国家来造成冲击。Und der Exportstopp betrifft Länder wie Bangladesch und Nepal, die dringend darauf angewiesen sind. Wir empfehlen, auch das eine konkrete Beschluss hier, das Thema beim Treffen der G7-Staats- und Regierungschefs zu adressieren, bei dem Indien bekanntermaßen zu Gast sein wird. 除了公开反对出口禁令，让市场来保持开放，担任今年轮值主席的德国，也佫呼吁讲，印度就应该爱承担 G20 20大工业国成员的责任。印度表示讲，已经结算的交易要咧进行，会来针对这满足粮食安全需求的国家出口。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北韩的疫情当日严重，根据官方媒体报道，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有下令，全国的药店要开至4点钟，也要出动军队，而且这防疫相关的药物资拢袂当欠缺。另外，全国医疗卫生背景的教学单位，拢要来协助社区进行大太极。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金正恩巡视平壤市区大东港沿岸的几啊间药厂了后，认为讲相关的储存设施无够完备，工作人员的态度嘛无够立接，也佫有欠缺的防护装备。金正恩下令朝鲜人民军加入动员，以确保药品这相关的防疫物资会当顺势来进行。路透社引述北韩官方的数据显示，讲北韩伫个周末新增加超过39万的确诊病例，也佫有8个人死亡。对这个疫情，北韩官方媒体制作防疫教学影片，全国除了讲大学医院以外，唯一的中央级的医疗机构金万有纪念病院，嘛提醒确诊者因爱食的物件，还佫个人的卫生。 충분한 안종을 진행해야 하고 물만 마시어 수분을 보장하는 것이 중요합니다. 또한 그 소화되기 쉬운 음식물을 섭취하여야 하며 입안 위생을 잘 지키고 소금물로 자주 함수하여야 합니다. 在其他的防疫措施方面，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讲，政府除了下令军方协助医持医疗物资来供应顺序，所有医疗背景的相关老师甲学生，拢爱来支援第一线的防疫人员，协助执行普胎的工作。在个封锁措施的方面，除了讲针对家户单位的封城、限制人民出外，北韩嘛执行封单位的政令，因为目前拄好是北韩求美的保养的时机。 那限制生产一定会去冲击到10月的收成，所以包含农场、工厂这单位还佫煞咧开工。不过，干那会当以现场人力来做调度，无工场所有人袂当来行煞。
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北军伫今仔日举行汉光38号演习兵棋推演，头一届使用重要将领图像推演的方式，除了有无共款的军长来探讨整体防卫计划以外，也希望减少参与人数，对这防疫有帮助。不过，即马宣传出着这海军的运用军舰逼出军事感染案，各路10人是快筛阳性，国军做样病院已经对军舰顶头97个人做 PCR 测检了。汉光38号演习兵棋推演由参谋总长陈宝武主持。根据了解，16世纪探讨战略保存基地，各军种将领以俄乌战争交换看法。这摆汉光38号演习多项兵推基地可能包括俄乌战争开始、将至去高兵作战、电子作战、自电作战甲后备战略，有战略合作经费。看军情讨论战略甲战备基地对提升综合战略有帮助。面对乌克兰这么大的战区跟台湾这么小的战区那么是要有不同的一个思考尤其是现在解放军已经超越第一岛链到台湾的东南到西南，整个包围台湾。那未来如果在以往的这种西岸正面战场为主的思考的话，已经不符合需求所以要怎么样来思考整个建构一个共同图像来应对这个问题这摆因应疫情甲地形变化，头一摆改造多项兵推，国防部长柯国正强调，除了做出熟悉各单位战场环境、作战任务甲责任区域，也爱掌握伫防卫作战任务中所需要的兵力甲资源，进行跨军种的研讨，促进国军整体防卫作战规划更加完备。另外，参与的成员以参谋本部官员甲各作战区指挥官为主，比过去电脑兵推成员人数少真济，也对国军目前防疫有帮助。也毋过兵推的时间，海军巡洋舰传出军事感染，有数十人快筛阳性，加在拢是轻症还是无症状。汾阳军舰于海上执行任务时，因舰上官兵身体不适，随即后送国军医院诊治，并实施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本部立即要求该舰返港，并实施人员快筛，结果为阳性者即实施 PCR 检测。高雄市卫生局表示，蓝顶有97人接受 PCR 采检，属于168舰队的巡洋舰，无港虽然是所有军港，因为已经人的人数真济，为了提供官兵较好的医疗甲隔离资源，海军要求巡洋舰转往左营军港，由国军高雄总病院、左营分院负责 PCR 甲医疗服务。海军也强调已经完成兵力调整，未影响战备任务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小总会到5月底任期已经满落，针对着中正纪念堂转型，哪里目前拢有无同款的意见。立营立委要提出废止中正纪念堂管理处组织法，要求停止纪念蒋中正的管理方式，才会当互转型正义的目标彻底来执行。不过，哪营立委认为立法的过程若准有伤过侪意识形态，这社会恐惊是袂接受。最近中正纪念堂头前自由广场发生真侪大型的检查站，空间的运用也连带互中正纪念堂的转型引起关心甲注意。随着促转会5月底要退场，民进党立委提案废止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组织法，要求直接终结现有纪念前总统蒋中正的管理方式，包含资料的维护管理等，认为安尼更加会使落实转型正义的目标。法律这样一个高的层次来做定义的大概除了中正纪念堂之外，就是故宫博物院啦。废除中正纪念堂组织法，不代表中正纪念堂就会跟着改名，只是说未来的改名就不用再到这一个立法院的表决通过。其实任何的历史人物，他的功过要一起呈现他其实提了，那社会有没有这共识？那立法院也不一定通过了。对着中正纪念堂转型，促转会进行建议，甲同乡议图，甲纪念堂转型为民主历史记忆馆。国民党立委蒋万安也提出转型为台湾建设纪念馆的想法，不过国民党甲民进党一阵拢也无共识。促转会在报告中提出转型的配套办法，加做后续机关政治执行的参考的依据。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共用跟利用？那是让人民一起来讨论。那我们最后会有一个具体的建议，在这个任务总结报告当中。促转会5月底任务的到期，行政院会有内政部、法务部、文化部这6大部会承接促转会业务。内政部的主席清除维权的代表，不过专大要蒋清州、蒋介石的同乡也未处理，也有内政部讲压力真大。促转会表示，促转条例修正草案通过了后，地方政府也会配合来协助，相信会用顺利来最后处理。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今年年底要来进行县市首长的选举，国民党籍的苗栗县长徐耀昌也已经做满2任咯，其他政党的候选人也都已经选出来咯。其中国民党籍的苗栗县议长张东锦，伊是去向质疑讲，伊目前的民调的赫尔低，是因为伊进前反差做错前科累累。今仔日伊就召开记者会来对外说明，伊也呼吁党中央就千万唔听别人家抹黑，而且对伊就爱公平公正。在支持者的呼应之下，对外召开记者会。国民党籍苗栗县议长张东锦早早表态，要争取参选后一届苗栗县长，而且对党内质疑伊民调低、有前科等等的代志，一个一个背回好清楚。伊讲虽然听到风声的时阵是惊一条，不过会持续行家己的路，甲乡亲徛做伙，呼吁党中央选候选人都要公开透明。希望党中央不应该听信抹黑、泛化的诬陷，更不能走回黑箱作业的朝鲜。应该透过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提拔出最有能力的候选人。国民党籍县长徐耀昌就要卸任。2022年县市长大选，竞争者是袂少。国民党有可能的人选，除了议长张东锦、现任的立委徐志莹，也佫有前农水署苗栗管理处处长谢福宏，也来民进党是顶调前头份市长徐定晶。时代力量是提名现任苗栗县议员宋国鼎来参选，在野的阵营拢希望讲苗栗的政坛会当有改变。替当地带来新的气象。我都尊重啊，因为我常常说我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啊。这一次的选举，我认为苗栗3盘的机会很大，中央执政的成绩也很好，这个信心我会当选的。国民党提名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民党要传达给我们苗栗县的县民是一个怎么样的价值。我相信只要能够关注县民关注的，我们终究苗栗县民会看见大家在做的事情。徐耀昌在2018年，捌以57%的得票率当选县长。苗栗长期被看作是拿赢接赢的县市。国民党这届无论是团结也是分裂，拢会牵连选战整体的走势，各界嘛密切关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无党籍的前那马社区长吴木群，伫咧做区长期间咧，甲一个厂商吐后声，这乌心钱大约是有2000万左右。桥头地方法院指出，这吴木群犯案了后拢无反省，而且佫讲这犯罪的行为拢是原住民的风俗。这个法院伫10日一审判吴木群就要关18年。伊就是高雄市无党籍前南马社区长吴木群，原名白杨伊斯里段，凭着真在的地方基础甲行政经历，分别担任过2届区长，也毋过煞利用督管区公所公共工程的机会向厂商收汇款。桥头地方法院10日以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判18年徒刑。都是贪污的哈，只是说第二个部分是因为他当选还没有就职。这部分是还没有取得公务员身份，所以这部分是论以准贿赂罪，那其他都是用贪污的部分来处理。桥头地方法院指出，吴木群伫2014年担任第1届区长期间，向厂商表示要参加纽西兰考察活动，要求赞助旅费提6万。2018年底，伫第3届区长就职进前，佮向一间厂商以无将之契约费对价收60万。就任了后，佮向2间厂商借款880万。厂商因为迄当时一个工程等咧时做，为了后续时间甲减少只好交付。面对司法追查，也是讲是原住民的风俗。就借款那部分，他说是帮那马夏区的区民借的，然后也是说，在他们其实借款是丢脸的事情啊，所以不会公开讲这样。这个事情哈，我也不想去回应了哈，就是那所以。我也不想做回应了，因为事情是他知道啊。吴木群只透过家庭家调回应，桥头地方法院指出，吴木群向厂商讲，需要以获利计少，按一定的比例计算支付回扣，不法获利2725万外，总计涉及受回扣等7罪，一审判有期徒刑18年，专案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未食5月粽破喉唔甘放，这代表讲伫咧5日节进前咧天气会定定变化，亲像这几天开始落雨了后，又搁开始翻冷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各地头天气拢真凉冷，特别是这黄霜雨的方面，也搁伫咧巴士海峡各地头拢会落雨。气象局也要提醒民众，一礼拜5搁另外一阵方面要到位，也因为拜6礼拜是国中会考，提醒家长甲考生就要注意天气变化。
大型路桥阻断交通，受到2天以来黄山河滨影响，关岛126线、苗栗头澳、西潭乡之间交通中断，因为雨一直落，工务处搁看天气状况，调派机库来疏通。那一段从26K 到28K 哈，在4月豪雨的时候有3处的一个大崩塌，所以那里的边坡哈，目前是属于不稳定的一个状态。气象局指出，在礼拜一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各地天气转凉。新北市富贵角透早低温14.7度，各地温度要到17拜日时了后，才会渐渐回温。再次黄山河滨刷到巴蜀海峡，水汽又原济，各地也是爱严防地渐雨。20拜五起，各有一波黄山河滨报道。今天白天到周四这段时间，大概是水汽最少的这几天，而周五开始的话，受到锋面的影响。台湾地区的水汽又增多了，各地又有下雨的机会。拜六礼拜拄好是咱的这国中毕业生哦，因要考试的时间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可能会记爱较早出门的哦。后礼拜一、2、3进前，中部以北的雨会搁较大，也毋过后礼拜2、2时起，南边的水汽较济。中南部将会连续落雨，也毋过黄山雨季预报受到西南风甲电风多重影响，有望误差的可能，民众爱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中银行按上要该推出着第5回拍炒房措施，最近有资料显示讲，这6都内面，敢若台北、高雄空厝真少，其他4都含新竹县区这空厝拢真济，特别是台中有52000多间不适合靠空厝。是我们头前从化区非常标准的3房加车位，总价大概在3158万。依照这样的物件，在这个时机点越来越少。新北市新庄头前庄的中华区，这间已经10年的厝当要卖，有不少人客来看厝。不过最近厝价是起真凶，加上中央银行政策缩限，想要买来家己住的民众是敢若看无买，大部分是选择搁观察一阵啊。屋主的期望值过高，所以要入手真的比较困难。2房车大概都要1000出头万，认真存才有办法买得起一间房子啊。中央银行若推出第5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不少民众是拢期待讲未来厝价敢会降低。不过，根据内政部上新房屋税值主题数量，大个人有甲户口徛伫遐个，敢若台北市甲高雄市2大都会区有欠缺的情形。台北市是欠142400户，高雄市是欠35000户。呈现供应无够需求的情形，厝价应该是会起。若其他4都的县市甲新竹县市是拢呈现供应超过需求，尤其是台中超额供应52000户，过来是新北市差不多是44600户。最大的问题应该是说，现在最近的房价不断的向上攀升，有些屋主反而惜售。如果假设他要换房子的，他必须也要买到比较贵的房子，他才有办法再去做销售，导致了很多屋主不愿意拿出来卖。中央银行炒房的日头一直在增加，加上疫情甲起利息等等的因素，厝价无起甲遐尔强。不过学者认为讲，厝价伫短期内是看无落价的情形，若长期的趋势来看，要是会豆豆啊起。土地的一个价格，以及在建材缺工的一个状况，那目前在成本面对于房价呢具有支撑上的一个效果，在通膨的一个疑虑逐步的一个升高，所以房市也成为民众在投资保值的一个首选。学者表示，对起利息的循环，中央银行6月份的利感事会是利息起偌济的关键。利息若是起2码，会对国内房市信心的层面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提升外岛的客运服务，台湾港务公司甲交通部航港局合作，开2亿元预算，要伫咧嘉义布袋港内打造一间现代化的旅客服务中心，今日正式挂牌啊！希望会当提升蓝色公路的旅游品质。空间真开阔，设备嘛是全新的。嘉义县布袋港区的旅客中心，施工2栋多，16早时正式启用。门也增加各种方便旅客设备。刚才的时段会当伫内底的人，嘛增加到2000人左右。我们的运输场站、陆海空，包括我们所有的国内国际商港，应该要以这个商港的这个为范例。我们希望未来逐渐的去推动。布袋港是离岛客运重要的港口。2017到2021年，每当拢有40万人以上伫遮坐船出去。进前的旅客中心无法度应付遮侪人，所以港务公司甲航港局合作，
编的2亿3800万的预算，起一间新的旅客中心。除了客运的客人之外，一般民众我们在地的乡亲都能进来，变成是一个游憩观光的场域。那布袋的民众跟布袋的摊商都很期盼这一次新航厦的落成，可以为布袋带来新的希望。港务公司表示，这间旅客中心有参考国际机场的规划，除了希望提升南势公路的服务品质，嘛希望会当加做布袋新的景点，串联沿海观光资源，做伙提升布袋观光的发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咧屏东的小琉球有一个唱水少年，伊伫咧小琉球外界发现讲有人甲锁啊绑伫咧船塢搭顶悬，佮互人练习唱水。伊甲这现场的画面规个翕落来搭上网络，真侪人拢批评这款的做法，认为是安尼做会破坏生态。其他的教练嘛表示讲，一般的锁啊拢是绑伫咧石头或者是沉底的船艇顶头，才袂来破坏到船塢搭。一条绳啊，就绑伫海底船塢搭。这是小琉球有一个唱水米教练，15中昼伫小琉球大福西外海15米的所在看到的光景。伊讲现场有3粒浮球，其中1粒就绑伫这个船塢搭，互伊真生气。它是整片长在石头上面，所以它的坚固性算是 OK。然后，但是它在绑的过程中，你这样子去拉扯，它还是会有细部，我们可能比较看不见的地方，它可能会有一些磨损受伤。王玉俊教练讲，锁啊袂当绑伫船塢搭，这是基本知识。这张相片搭伫个面册小琉球的社团嘛引起讨论。其他唱水米的教练表示，浮球绑伫锁啊是为着要引带民众唱落海底。一般有2种做法，伫锁啊尾溜吊淡物。也是绑伫个海底固定，不过因袂绑伫个船塢搭。会找就是礁石或者是石头啊，或者可能是一些人工废弃物，还比如说沉船啊或废弃的铁锚等等。但就是要注意上面不要有珊瑚礁，因为珊瑚礁是很容易破碎的。这样。小琉球有公告保育区海域，这摆的代志就发生伫个保育区内底。农业处表示会去调查，若真正有破坏栖地环境的行为，依法会当裁罚3万到15万。记者陈家文为做屏东报道。伫咧世界当中，笑光有光的好处，黑暗也有黑暗的必要。台湾暗空协会表示，即马街路顶头这看板拢伤过光，电影伤过济，也影响到生态，也影响到咱人的健康。不过目前咱台湾也无法规会当来强制管制这电光。今仔日因着含立委做伙来召开记者会，呼吁中央就要赶紧来解释。伫立法院点到1拍2000瓦的电火球啊，插北的光线呼吁爱关注光害的问题。台湾暗空协会表示，伫街路有真侪电火看板顶拢伤光，唔但影响到生态，嘛影响人体的健康。室温光照的角度拢需要改善。这100多年来，因为我们的这个夜间照明变得非常经常会发生，那尤其是9点半以后，如果还暴露在蓝光里面的话呢，其实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的周期。欧洲的研究是说，像长期暴露在强光里面的话，男生的射护腺、女生的乳癌都会增加。协会表示，台湾对光害的立法比韩国、日本、中国等等国家拢较慢。目前敢若有一个光污染管理指引，其中对人工的光源会使外光有规范，但是对室温等等并无规范，而且这个指引无强制性，违反嘛无得处罚。下达给各地方政府，然后也有转给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建议他们能够纳入地方的自治条例啊。流明就是亮度、色温、照射的角度跟开关的时间，我们至少希望是一个院班的行政命令，然后可以授权一部分的行政法。环保署伫现场是无承诺会立法强制规范光害，敢若表示会搁看数落来状况继续评估。但是协会批评环保署已经延前几多年，在场立委是要求环保署要针对这意见继续研究。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是对16度到23度，苗栗到云林对16度到26度。
嘉义到屏东对18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5度到24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